主题吼，较特殊吼，因为咱即个真欢喜讲啊，其实约几啊摆吼，啊拄好有一寡变动超来超去，总算是吼，请着即个春毛教授吼来甲咱分享伊伫咧台东吼所做的即个文史的研究个推动吼。像我这吼，其实嘛是老朋友啊吼。 我也袂去真熟悉几工啊，即摆拢了爱用几十工来算吼。好就是迄个像我这是读地理的，地理学的吼，地理学的博士吼。真早就伫台东大学教册吼，嘛退休几工我袂记啊，嘛是退休几若工吼，拢即个专心伫咧即个台东分厂吼，即个相关的历史文化即方面的即个推动。 真欢喜就是讲，伊去年底有出一本吼，我要来去找阿爸吼，即个台文的绘本吼，嘛是就是表面上看袂出来，毋过其实就是咧讲分享的代志吼。即种绘本呢，即个出版，其实对咱文史的推动吼，嘛是一个就是真好的正面的推动方式吼。就算讲伊本来文本是用台文写，毋过就是透过翻译吼，就是。 搁甲有学者合作，变做安尼的绘本。伊今仔日有炸几本来啦吼，是希望多摆搁会炸倒转去吼，所以就是会当等下大家当看卖吼，会当来大家支持一下吼。好，咱时间因为资料足丰富吼，咱时间就来交互咱的陈老师吼廖教授吼，好，欢迎。影音版。 伫即本书上后壁吼，你会使扫迄个 QR code 吼 ，QR code 内底就迄个遮 QR code 吼，就迄个影音版吼，这影音版只有8分几钟啊，8分偌钟安尼，所以咱先看这个绘本吼，影音版，这个绘本是讲啥物呢？这书的上后壁才有写吼，这个绘本呢是讲有一个囡仔，旭川的囡仔叫做阿全吼，伊想要去找因阿爸。 伊住旭川，因阿爸伫台东糖厂工作，吼，伊就走去台东糖厂找，台东糖厂找无，因为是迄个唐刀工吼，所以伊就搁拄坐迄个小火车，拢是小火车，搁坐到台东港，吼，去找着因阿爸。这是啥物故事的时代是1925年到1930年这个时段，吼，这时段的故事吼，我自迄个2019年吼，就开始伫遐做糖厂的档案资料整理，搁教育推广，搁田野调查，这三项拢做，这算阮的一个成绩之一啦，这是算成绩之一。送去安尼，伊遐无港口，无迄个码头建设啊，到尾台东有港口是迄个新港，就即摆成功啊，第一个港，迄拢1930年了的代志。 但是这个糖包爱从1916年爱开始送去，爱送出去嘛，所以要安怎送？莫讲1916，一开始1896年以后日本就是这个大船停在迄个即马叫做台东市海滨公园外口遐，停在遐爱用小船去遐接安尼，所以这本故事就是讲，迄个时阵确实。 就是大船接小船，所以叫台东港嘛。这个阿全伊来拄倒位啊？伊来拄旭川。伊上尾路啊，有时看到马兰社对毋对？伊是阿美族的马兰社。甲因的甲伊住的位啊无共，因为伊住的位啊是旭川。这个第一个画面，旭川是啥物？旭川就日本人住的所在。伊虽然是一个台湾人，但是日本人住中20号，伊边啊共款就住台湾人。 伊就是住喺边仔的台湾人，所以讲，这甲咱的厝遐拢无共，因为伊住的是日本镇头，伊路啊看到迄足大的迄个社是马兰社，所以是无共。所以咱这个故事就是讲1925到1930年时的故事安尼，这个故事，OK， 安尼，是不是？ 安尼，咱，你若随时要甲好一个，几个月，2个月，我详细很的听讲者安尼，所以迄个7岁囡仔，对啊，伊要来，阮才甲带来，对。
对，应该个出来才对。哎，若无法度的时阵，就出来去行行，对不对？吼，应该是安尼才对吼。OK。好，咱就是要来讲即个故事，讲台东糖厂吼，甲台东区域发展的故事。吼，咱拄仔讲的迄规个故事，就是拄甲这有关系，甲迄个糖厂的糖厂的发展有关系，所以有旭川。为什么遐有日本人的砖头？就台东糖厂甲日本人刷来遐度。吼，您知影迄个台湾上早有日本人的村落、农村，就移民村是倒一个吗？台湾伫日本时代上早第一个移民村是倒一个？花莲倒一个？吉野对。上早就是1909年，差不多1910年左右，1909年就开始。伫吉野即摆叫吉安乡，花莲的吉安乡嘛，叫花莲市的南部叫吉安嘛，对不对？伊日本时代叫吉野，吼，迄是第一个日本移民村，吼，咱就要来讲这个故事。伫花莲市主要的移民村是总督府做的移民叫官营移民，但是伫台东做的移民村主要是台东糖厂做的移民，这叫私营移民，吼，对，咱来讲这个故事。规个台东的开发，伫日本时代开始，就甲糖厂足有关系，吼。拄仔方位有介绍，我是读地理的，吼，所以地理较会去注意即个区域的发展，吼。我本身伫即个台东大学是服务20年，吼，服务20年啊，吼 ，OK， 所以我的教学嘛拢甲台东有关系，吼，真有关系啦，所以对于台东的有较济啊。我即马咧问大家一个问题来，恁敢知影日本时代台湾第一间新型的糖厂，就是恁即马看迄烟囱足大支的迄种的，就是新式糖厂吼。第一间是倒位啊？虎尾。毋是虎尾，是即马搁要经营的。第一间伫高雄。桥仔头，对。桥仔头就是台东的什么？第一间的新式糖厂。搁怪互你有，台北敢有新式的制糖厂？伫日本时代有啊无？台北市有吼，艋舺你哪知？厉害！啊？好，头部对，吼，正经嘞，台北嘛有嘞。安尼你看有厉害无？日本时代台北嘛有哦，吼，花莲台东当然嘛有啦，吼。搁怪，拄仔即个我问过啊，台湾上早的日本移民村伫花莲吉野嘛，花莲尾仔除了吉野，搁有啥物？讲阮日本移民村，吉野、丰田、林田，捌听过无？专西吼。好，台东嘞，台东有日本移民村，是啥物？鹿野，上名就鹿野，搁过来。两点就是鹿野，搁过来。我这个故事内底一个村，旭村、旭川伫台东平原，即卖丰里街，丰里，吼，搁有咧，台东搁有日本的移民村吗？除了这两个上有名，鹿野是上界有名的。搁过来我拄仔讲迄个旭川，搁有咧，各位其他人可能较毋知影，因为较无遐名，较有名，而且嘛无啥物遗迹好看。鹿寮，就是即卖永安，搁一个叫做池上，池上，咱听名就知日本名对不对？池上遐嘛有，但是除了旭川甲鹿野，大家有印象，对迄两个拢无啥物印象。迄有一个原则，移民村愈晚起来愈成功，离开台东市愈无成功就对啊。愈远的愈失败，就是讲伊较早线就对啊，较早就线去啊。但即两个拢坚持到1945年线，拢还佫伫啊。迄种的什么鹿寮甲池上，迄拢足紧就线。安尼，所以为什么大家拢毋知？的原因就遮。搁有无？搁有一个日本移民村，可能大家嘛毋知。开始。台东搁有一个日本移民
日本移民村嘛是伫台东市，台东市主要旭村有一个日本移民村，唔知福岛捌听过无？福岛，你看咱的教育都失败了，大家拢唔知家己家乡的故事。台东农校大家知吼，台东农校的日本时代福岛小学校，所以伊是安怎？福岛就是官营的。台东早期拢是迄个台东糖厂作为私营移民村，但是到1935年了后1938年台东佫出现一个官营的总督府官营的移民村，叫做福岛村。福岛村是安怎？大家拢唔知，因为伊敢若存在7年尔。伊1938到1945全无去7年尔，时间足短对不对？佫过来，伊43%拢互农校接收，所以大家拢唔知。农校伊有4个部落，1、2、3、4，有4个部落内底3个部落3/4的迄个移民村拢互农校接收，变做师生的迄个宿舍，拢变做宿舍。即马迄个农校的农专的园艺科、畜牧科、农机科拢甲接收啊。敢若另外1/4无接收的是倒样？金生义即马变做全家，迄个便利商店一直到康乐国小这段，第3部落无互接收俩，出来拢接收啊，安尼。所以福岛村大家拢唔知吼，比旭村更加唔知啦。但是有遗址无有啦吼，但是这今仔日咱袂讲即个福岛村的，福岛村是官营移民村，咱今仔要讲甲糖厂有关的。有日本移民村，有本岛移民村无？有本岛移民村无？一定有的，对不对？较有名，我讲较有名好啊，美和村、太麻里美和，搁大园，就是即卖瑞园、瑞农遐，搁一个月梅、月野，后来叫做月梅，关山的月梅。你嘛那对台东真熟啊？我没有，OK 好。我去过 ，OK。月野就是尾仔叫做月梅，这拢是较有名的本岛移民村，好。上尾拄互人回答对哦。目前台湾你营运的糖厂有诶，搁有一个善化，完全对。目前日本时代上济是这种新式糖厂有偌济？50间，战后搁有42间。到上尾即摆呢，剩2间。咱这个讲，这是小可一个大略的一个故事啦，小可知影尔。咱即摆开始讲这个糖的故事。这个糖是大家拢听过糖布嘛，这古荷兰时代伫台湾糖的制作就受到鼓励，但即摆时阵的迄个糖厂叫做糖布，而且叫做旧式糖铺，旧式糖铺。什么时阵才有改良式糖铺呢？日本人开始才有的。1905年到1911年迄时阵是发展上界悬，上界悬的时阵有70时，但尾仔嘛一直拢有就对啊。这个改良式糖铺无讲消灭，一直拢有存在安尼，拢有存在，但是这个是上悬，尾仔是安怎无？就是新式糖厂起来了后，这改良式糖铺就愈来愈少。因为新式糖厂伊的每日压榨量足大的啦，这个无法度比啊。这个改良式糖铺可能伊的压榨量就是几十公吨，一天几十公吨到几百公吨安尼，到100上济差不多安尼。这个新式糖厂就拢几好几百公吨的，一天会使压榨好几百公吨。好，咱拄仔讲这个桥头第一间1900年是日本人资本为主的这个糖厂就开始就是迄个桥仔头才开始。一直到1920这个糖业伫台湾变做上重要一个经济经济的基础就是这个糖。恁知影战后更较重要无？战后伊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是嘛无啥物产业啊，
啊，就是接收大陆迄个日本人遮个糖厂嘛，继续发展嘛。所以战后啦，即个糖吼，伫台湾哦，搁较重要，比日本时代是搁较重要。重要到咱1957年时阵，伊把迄个出口外汇哦，咱的糖哦出口品吼占70%，咱的外汇70%拢靠糖啦。所以你有知糖有偌重啦，对毋对？啊，糖的重要性就是对即个1920就开始啊，哦，对1920就开始啊，吼。好，搁来咱来看，咱拄仔讲的这个什么旧式糖铺、新式糖铺，到底是啥物啊？来，这个旧式糖铺啊，哦。内底用牛来扭有无？伊个动力，啊，伊这是迄个石车，伊即摆这变金属的，这石车两个夹做伙，啊，感谢就甲放在内底，吼，啊，这个牛吼，从迄底下扭啊，就压甘蔗汁啦，啊，甘蔗汁摕去行变乌糖安尼嘛，吼，啊，这就是旧式糖铺。那新式什么意思？改良式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无搁用牛啊，用这个物件，用机器啊。毋免用牛去拖就对啊，用机器来带动安尼啦。好，所以改良式糖铺是安尼。好，那新式糖铺呢？好，啊，才有解释。改良式糖铺就是，无用机器吼，旧式无用机器，啊，伊出来物件就是迄个乌糖啦，含蜜吼，迄种。搁个改良式就是用机器，啊，新式就是会使甲迄个乌糖。会使搁较分离啊，蜜甲没有无分，甲蜜吼，蜜甲糖会使分开就对啊。咱讲的赤沙啦、白糖啦，遐啊，新式就是我都做到上尾的，啊，但是旧式甲改良式因拢无法度，因个机器无法度甲遐物件分离安尼啊，吼，所以完全无共的物件，吼，啊，旧式糖铺甲改良式机器动力无共尔，好，而且新式制糖厂吼。我即马就讲伊的发展安怎吼？你看，伊即个发展就是吼，上较济时阵就是1941年啦，规个全台湾的新式糖厂有50个，但是1941年了后就开始收啊。为什么收啊？大家知影1941年进入什么战争？2次世界大战内面太平洋战争对不对？日本人就是要占南洋啊各地嘛吼，所在拢是嘛，所以呢。即摆产糖吼已经无重要啊，因为你生产其他的物件，所以糖就无重要啊。所以呢，伫政策之下呢，希望因就开始慢慢啊合并甲收安尼啊。所以这个时阵上完了就开始合并啊，开始进入合并啊。上尾合并变做4个：台湾制糖、明治制糖、大智等制糖甲盐水港制糖。啊，这4个会社内底有42个糖厂。还有15个酒精工厂，规个土地有11.3万公顷，私有铁路有2900，这个是台糖接台糖，尾仔变做国营事业嘛，对不对？日本时代因这个糖厂拢是私营的哦，啊，战后变做国营了后呢，这个台糖就是接收这所有的财产，所以全台湾上大的地主是啥？台糖，对不对？到即摆都是哦。全台湾上大的糖厂就是台糖，因为伊接收4大制糖株式会社，因为土地拢甲接收起来，吼。好，啊，战后呢，这4个就合起来嘛，变成国营事业。国营事业就甲1946年拄接收的时阵哦，就甲合并啊，甲42个吼，甲变做36个，尾仔要继续并啊。1954年才变做28个，到尾仔一直减少。到1970、1980年一直减就对啊，像台东糖厂就1996年煞，就1996年煞安尼，吼，啊，所以这个一直合并就对啊，吼。啊，这个是新式制糖厂，吼，一定有烟囱的啦，吼，这间就是台东啦，台东糖厂啦，吼，台东糖厂。吼，那新式制糖伊的步骤，吼，就是先配苗、种植。吼，这甘蔗一节安尼吼，种植，吼，啊，搁过来甘蔗园，你有看这个人的比例会晓无？啊，这甘蔗有大无？有吼，这个密集哦，种迄个单位吼，这个单位面产量都大啊，啊，这个采收啦吼，采收，吼，啊，然后这个是这个新式制糖厂的机器，吼。
这压榨，即马即个压榨就毋免较早迄个什么牛啊啥个吼，这压榨是即种的嘛，机器压榨机，这蒸发缸蒸发罐，这结晶罐，这分泌，就是每一个步骤，上尾会变做什么赤刷遐物件，就是一步一步安尼做。即个物件到即马你去看大东灯厂工厂，伊拢了伫啊，你看你会感觉哇，吓着吼，足大个，迄个机器拢足大个。哦，上尾要有砂糖，有包装，吼。好，咱即摆要讲的就是讲吼，即个大东糖厂伊的存在吼，是对1913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算。吼，即个伊的原料采集区是台东平原甲台东纵谷，即两个区域吼，规个发展啊，土地拓垦啊，也是聚落的发展，也是交通啦，产业。拢甲大东糖厂有真大的关系。好，即摆来讲，就来拄好咱讲的即个故事，是讲，即为什么吼，花莲甲大东特别侪移民村，特别侪日本移民村，特别侪哦，是因为即个政策。1910年开始吼，台湾的总统府有一个政策叫做内地化东台，就是要甲内地化就是日本化的，变做日本啦吼。内地化东台就是要甲花莲甲台东变做日本人生活的世界。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伊去做调查，1896年田代安定去遐做调查。做调查的时候，发现讲，规个花莲甲台东这么大，你知花莲甲台东有偌大吗？我定拢讲吼，台东足好记的，台东的面积占台湾的1/10。伊的人口占台湾的1/10个管啥？1%，对不对？1/10的土地1/10哦，但是伊的人口是1%好，1/10吼，且花莲比台东搁较大，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变做啥？规个土地占台湾的2/2，对不对？1/5啦，1/5啦，对不对？是足大的，对不对？结果你知影，1896年去调查的时候，人才偌济？不到5万，迄个西部印几啊8万啦，1896清掉了200-300万啦。这个东部不到5万，我是讲算会出来，关山算会出来，卖管的吼，就是讲伊这个平地算会出来，就无到5万。哇，地广人稀啊！所以呢，这个日本人若要来台湾生活，要去倒呀？就来花东就好啊嘛。西部已经拢占了了，对不对？就来花东啊，所以就开始讲，安尼咱来开发花东，甲花东变做日本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是伊的观念，叫做内地化东台。所以1909年总督府就开始伫花莲港即头才建立这3个拄我讲过，迄3个官营移民村。到尾想要去台东建立的时阵拄好无适合，所以就无。总督府就无来啊，伊叫这个台东制糖株式会社来建立的。来建立我拄仔讲的，路也入了池上区村。搁过来上尾已经到迄个战争时阵啊，1937年日本就已经安怎讲，已经对中国战争啊嘛。1937对不对？卢沟桥事件。1937伊就开始对中国战争嘛，迄个时阵伊就想要皇民化台湾啊。伊个皇民化政策是对遐开始的，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战争，迄时阵伊才感觉讲，咱毋是慢慢做甲台湾人变日本人应该较紧的，较紧的方法就是爱皇民化。皇民化有一寡政策，其中一个政策就是再次启动官营移民。所以1930年后呢，伊佫有一个官营移民。这官营移民伫西部嘛有我就歹讲西部啦吼。东部迄当阵就是即个辅导村，我拄仔讲过，就是设立辅导村，拄仔讲台东糖厂甲有关的主要是这原料采集区域，就讲伊划定即个所在的甘蔗生产的甘蔗拢爱互某一个糖厂，这是划定的。划定这个区域，这是用政策的方式来制糖厂的取缔规则来划定。因为划定这个区域了后
糖厂吼，就爱伫即个所在、即个区域内底吼，去做较好的建设。毋管你灌溉，还是交通，还是拓垦，哦，还是移民，你拢伫即个所在来努力经营就对啊。哦，所以伊会变做甲伊的关系较大哦。好，咱即马来讲即个台东糖厂是安怎开始的？我感觉是不是？哦，台东糖厂是安怎开始的？即个吼，糖厂有法度设吼，拄改良式糖库也是有法度设拢甲交通有关系。啊，第一条就是，甲即个糖厂有关系，就是这手压台车道。手压台车道比即个尾仔的迄个糖铁吼，拢搁较细。吼，咱即马台湾的铁道吼，差不多是偌宽？糖铁是762，啊，这是610，手压台车道是610，啊，咱糖铁是762，就较早的花东旧的，啊，尾也是拓宽甲西部接轨嘛，吼，啊，即马拢接轨啊嘛，全台都接轨了，北回南回都接轨了。北回咱都还没接轨之前，花东其实是轨道跟西部无共款的，啊，这个762，哦，啊，这手压台车道610呀。啊，因为即个总路起即个手压台车道了后，才开始有法度设即个改良式糖库哦，吼，才开始同年哦，1910吼，有人伫利隆，就是即马倒位啊，关山，知影吗？关山，较早叫利隆，伫利隆哦，起一个叫新乡市糖厂，啊，当时呢，咱的北南街就即马台东市吼。嘛有一个野田货通啊，底下起一个叫做野田市场厂，到尾甲这个野田做有关系。这野田货通吼，伊专用吼去想要起新式制糖厂，啊，所以就去合并新乡，就甲野田拢甲并入，以后伫东京设立台东制糖株式会社。所以大家能搞错，这社长伫倒位啊？社长是伫台东还是伫东京？东京哦。吼，台东制糖株式会社的社长是伫东京，伊是开股份的嘛，股份公司啊，社长吼，伊是伫东京，啊，伫台东派叫做常务取缔役，吼，常务取缔役，咱可能交翻译做那常务理事啊、常务董事啊，啊，不管安怎，伊拢毋是社长，啊，但是咱会甲称厂长安尼啦，因为规个台东的糖厂是伫管的，所以咱甲称厂长，吼，但是伊毋是社长。吼，咱拄仔讲吼，就讲啊，到尾啊，因台东制糖会场嘛是伫新开园，新开园是即摆倒位啊？池上景园，你知影？万安景园有无？景园吼，那个古早地名叫新开园。伊有一个新开园吼，嘛有一个改良式糖库，所以第一个台东糖厂新式糖厂还袂运作的时阵，是3个改良式糖库伫遐运作。对，新开园景园吼，啊个新开园，啊个新乡，啊个野田吼，这3个。为什么有手压台车道才有办法有即个改良式糖库咧？因为伊即个机器啊，一定爱拄北南港就开始，啊你爱利用手压台车吼，较有法度送到你要建设的位啊。你若无迄个手压台车道，你连要送物件就困难，要送工匠就困难。哦，所以有手压台车道的第一步，你有法度设工程，啊，搁有法度运输，运输这个工匠。哦，啊，这是你当阵哦，你看手压，1907年到1916年哦，手压台车道甲土地拓垦的关系，什么意思？这条就是手压台车道，规个挖山，行到这个池上这搭遮吼，拄则起来才开始吼。啊，到即个行到即个农田，经过月美，一直到池上，啊，才有2个，才有一个就是新开园制糖厂，才有一个利隆制糖厂，才有2个，啊，才有野田伫遮，所以迄条手压台车道串起这3个，这3个迄个改良式糖库，而且这是台东糖厂开垦的土地，这台东糖厂拢甲迄个总督府申请，
新兴土地，即块是池上，这是雷公火，这是月眉，吼，这是迄个大园，就即马瑞园啦吼，七角川迄带啊，新丰、瑞丰、瑞和迄带啊，这是农田甲鹿寮，哦，鹿野鹿寮，这是嘉鹿兰。啊，这两地什么意思？颜色是安怎无共？本地吼花莲的盐水港，啊尾啊呢，台东迄个总统府认为讲，啊这离开盐水港伤远啊，所以佮把这两个土地拢拨互迄个台东糖厂。所以这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台东糖厂开垦的土地就对啊，吼，因开垦的土地。好，啊，迄当阵呢，1907到1916年啊，是用手摇排车道，来串联遮。那这个就是原料采集区，这个是纵谷，啊，这个是台东平原。所以台东平原甲这个台东纵谷是这个糖厂的原料采集区域。啊，1916年开始呢，伊就家己起铁路啊，所以1916年呢，这个台东糖厂台东糖厂伊就开始起铁路，伊安怎行？因为是较早的手要开车道无共吼，伊行纵谷，经过槟榔，经过初鹿，经过鹿野，经过大园、月眉，到里龙，里龙，伊想要去到池上，尾因为即个溪新路伊是伤宽，啊，你起迄个桥伤济钱的。伊规条铁路差不多开1、2、3万，123万，但是敢若你过即个桥就爱40万，所以伊开袂起啊，所以就会放弃。但上尾啊，台东糖厂啊，伊开的铁路敢若起到里龙尔，无起到池上，无起到池上，啊，伊行的路线就是即个路线，这是伊继续开垦的土地，这个就是旭村，旭村在遮，遮美和，旭村是日本移民村，啊，这个是美和是迄个本岛移民村啊，这个鹿野、鹿寮等等所以呢，到1916到1926啦，这搭遮咱就使看出，这个同款是这个铁路甲这个土地开垦拢足有关系的。上尾啊呢，池上。里龙到池上，池上到富野，到富里，搁到玉里，这条路上尾是迄个，规条路是迄个总督府甲买过来，了后伊去甲规条路串通啊，到1926年串通啊。这个花莲花莲的铁路完全是总督府开钱的，但是总督府为花莲开铁路，就歪为台东开铁路。台东糖厂嘛，逼不得已才去开的啦，无人想要开迄个钱去开铁路。只是讲伊已经变新式制糖厂，伊的手要开到送的感情无法度了对吧？无法度负担啦，所以只好去开铁路。手要开到有法度负担的因无法度迄个无法度。OK。咱现在会使看即个台东糖厂迄当阵伊开的铁路这是迄个讲咱拄仔迄本书的故事，因安怎行？旭川，全带旭川，伊坐甘蔗车来到糖厂，找那爸，找无因阿爸了，才坐糖包车来到台东港，来到台东港。伊当阵台东港你看迄铁路两边拢包起来北边包一条，南边包一条。其实即搭遮有一个海岸站，这是台东港嘛，有迄个灯塔，但是咱有讲无设施，伊并无设施。好，即条路就是即个拄即个火车头会使到港口，嘛会使就一直行到关山嘛伊即个平原内底有真侪条即个塘田，上重要就是即个太原路即条叫资本主线，资本主线搁马太安线、旭村线，高澳来丰原线，这拢是迄当阵这张地图是1928年，就1928年你会使看到这个铁路，搁有嘛有北南线，OK。这个迄当阵1918年的北南街为什么无叫台东街？台东街是1920才叫台东街，1918要是叫北南街。咱拄仔讲的野田，你倒位啊？伫遮？各位拄台东来应该看有吧？
这条是中正路对不对？这条是更生路对不对？中正跟迄个更生汇合的所在，才有一条叫浙江路。所以这个野田就是伫遮，就是伫中正路、更生路。即马就是伫浙江路、甲博爱路、甲中正路即个位啊。即马了有一个叫华佗一个庙啊，华佗神医的一个庙啊，边仔佫一个叫桥的餐厅，桥小吃啊，对啊，迄个角啊，捌听过吗？就是中正路要汇入更生路，要岔出一条路浙江路嘛。那浙江路有这条，后壁这个就博爱路，这就是野田啦。这个日本时代迄个这个电视拢已经好啊，这是迄个台东病院，这是台东厅，这条是大同路，这中正路到底，这条遮就是迄个台东港，就即摆迄个海滨公园在啊，好，咱讲首要台州道的这个，对吧？载工者有无？会使载偌济？400公斤。上济就是400公斤。即种水要台州道其实是定定需要的，你矿区嘛会看到啊，对不对？你开港口，这个新港啊，新港你开港口的时阵有无？为了要运甲遐土甲运了，运就是用一个较简单的这个铁道来，这个水要台州道，如果讲这水要台州道有够时尚，各位拢有去迄个博朗大道无？有去过时尚的博朗大道吗？毋捌，博朗大道就是首要台州道。博朗大道甲迄个197结合嘛，对不对？这个博朗大道甲197结合这个所在，就是新开源制糖厂。我跟你讲，我拄好讲迄个改良市场，一定是伫首要台州道的边啊嘛，对不对？袂免安运输啊，所以因为这个博朗大道就是首要台州道，所以伊这个工程就是伫遮啦。新开源制糖厂就是这块，当然关山就是同款。阮去访问的时阵拄好一个小人力啊，因兜保留这个首要台州道的铁轨，所以阮去因兜遐，甲翕这个首要台州道的铁轨。因老爸看你徛的时候，你甲这首要台州道铁轨甲摕起来安尼，新开源本底是池上，咱即摆讲池上，池上火车站遐较老的对不对？古早无池上嘛，迄是尾啊，迄个中东屋底下开一个池上驿，火车头才开始发展的，已经1926年左右。进前啊，规个池上的重心伫新开源，伊当阵区域厂甲工学校拢伫遮，拢伫197当兵即搭遮，即摆景园啦。万安的北边呢叫做景园，你来啊。好，咱拄仔讲过这个台东制糖支数位社协会就咧开这个新式制糖厂。这个新式制糖厂伫马兰遐开始第一起的，迄起是一工会使压榨350吨，到1916年开始伫遐运转。这个新式制糖厂开始伫马兰遐运转，就即马中兴路迄个嘛伫遐开始运转了后呢，这个野田就无效啊嘛，野田就变做伊的办公室啦。野田咱拄仔讲的浙江路、甲博爱路、甲中正路交叉口迄地，就转做伊的办公室啦这个有一寡宿舍伫倒位啊？即马中山路，咱这个火车头前毋是中山路吗？中山路两边其实拢是古早的上早糖厂的宿舍区。所以伊的办公室伫野田，伊的宿舍伫中山路的两边。但是呢，伊尾啊全1924年了后，1923、24年了，伊全规个伫即摆的迄个中兴路遐起了对吧？遐开始起办公室、起宿舍区，到尾啊发展出1区、2区、3区宿舍。但1924年之前，伊的宿舍其实是伫中山路的两边。制糖厂的规模安怎？伊的资本额是350万，听起来敢真济对不对？其实无法度，
遐个敢真济啊？虽然啊，台东除了台银以外哦，所谓300外间的企业家资本总额加起来，佫无遮尔济，佫无到350万啊。但是恁通袂记咧，伊伫台东遐根本是做全包工作，啥物拢包落来，对不对？土地开垦包落来，种甘蔗，加工业移民、交通，伊拢包落来。对遮尔大规模来讲伊这资本就无够。伤大，伊敢若起就起123万这移民村伊就起60万起了伊一半，起了伊资本就一半，对不对？所以对伊来讲这并无大，咱就来比较才会知。你花莲即马光复糖厂遐对不对？较早日本时代叫大和即马叫光复。这上早就是这个花莲的鹤田组鹤田组甲这盐水港合作合作有一个叫做台东拓殖合资会社，1912年开始制糖叫做台东拓殖制糖株式会社，因为资本就是750，你知无？迄个台东350，人这花莲这一开始制糖就750，安尼看相当大，你就知伊的规模这个花莲这个到尾呢，到1920年更名叫做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迄个时阵伊的资本变成2500万。你比较你就知台东糖厂是足细，爱甲同类比较才会知。好，我讲这个台东糖厂是不得已才去起铁路的才去起铁路，伊无法度，因为总督府1912年开始拄花莲起但是伊就无爱搁台东开始起应该是两地安尼做伙起过来，对不对？无伊就敢若拄花莲一直起，拢爱插台东糖厂无法度，只好家己来起无谁想要去起个铁路伊无法度所以呢，伊必须要来运输伊本来想几种方案拢无法度呢，想讲要干脆甲放水流利用北南溪甲迄个种谷的迄个甘蔗，咱甲流到迄个台东平原遮失败无法度。想要用这个首要台车道，运量佫无够，不得已伊只好去起台东线铁路甲糖铁拄仔这有讲，1916年开始起伊对北南、北市鸠有出入，关山、离龙的关山池上，一直起拄仔有讲过，伊上尾用了到1916到1919，伊用了123万。到尾伊只好伊安怎转卖予总督府1921年，伊甲到关山的这段甲卖予总督府102万。除了这个主要道路以外，佫有其他的糖铁来接。拄仔讲，你去台东平原，足侪糖铁，资本线、旭春线、马泰安线拢有。咱来看，伊本来想要放水流，甘蔗放水流牛车伫边接安尼尾福建无法度，这个变化伤大咧迄个放水流到底啥物去顾，迄流倒位去敢无度全年拢毋是全年冬天的时敢无度拢畅通。压榨甘蔗是拄12月，一般拄12月开始，11、12最多到4月半年，冬天的半年，冬天甲春天的半年，迄当水嘛无一定济对不对？总之这毋是一条路就对啦，上尾呢，因只好就开这糖铁，古早的牛你无感觉足可怜的嘛？一只牛安尼载一个车厢，规个迄个车厢呢，即个车头才来甲伊合作伙安尼，安尼来溜安尼韩国毋通做牛呀，毋通做牛做马，有影看起来足辛苦对不对？这就是这个糖铁，这个拢甘蔗堆喺边一个一个安尼，这嘛是牛车驶来遮，才搁上这个铁路安尼，即种迄个时代的照片，这过溪就搭这个，这个过溪，这个甘蔗车顶头拢放甘蔗，这个入去迄个
感谢车入去。入去工厂，啊，即地方上是较后壁，较后壁有啥物呢？看下，较后壁就是讲两种交通运输工具拢有，这是铁路，啊，这是迄个卡车。到1960、1970了就卡车啊，吼，就两种方式拢会使入去。啊，这个咱拄仔讲的迄个台东港，台东港才有一个绿水桥，有一条小桥，小溪会起来。咱要去迄个琵琶湖，毋是爱过一个小桥嘛？有即条，吼，绿水桥即条，吼，船会使美迄只啦，吼，啊，这个大船接小船，大船接小船，拢安尼。啊，古早还有正经有迄个即个灯塔，吼，台东港。啊，你一般吼，迄是台东嘛，那一般你着用至少要用这个糖包嘛，糖包，把这个糖包吼，甲载到即个港口，甲轮船，啊，这个足接近的，火车在遮，吼，啊，船在遮，吼，啊，即种就足方便的。啊，台东就无方便啦，台东是大船接小船，这个铁路接即个轮船吼去接。拄仔讲迄条铁路，到即摆佫看会着哦。槟榔车站有去过无？毋知影。1922年，这经营100年啊，100年，这是迄个总督府起的迄个站房搁伫啊，吼，100年啊，会使去看。伫槟榔国小的北边，你面就找有啊。哦，这槟榔火车站有介绍，这甲这水头即摆搁伫啊，因为蒸汽火车爱加水啊，哦，所以这水头即摆搁伫啊，啊，才有介绍这个槟榔火车站。即搭遮有爬坡啊，有迄个设计爬坡，倒退路啊，搁前进。Pinaski 就是斜坡的意思，槟榔树格，伊个古地名叫做 Pinaski， 槟榔树格就是斜坡啦，吼。啊，这嘛是迄个时阵去的，李荣义，关山旧站，关山火车站的旧站，知影吼？即马比新站的新车站的北边，啊，有人讲这是。什么？敢若北海道的谷仓迄种形式的。我也连这个都没见。好，啊，咱拄仔讲吼，迄个移民啊，台东汤厂吼，台东汤厂有啥物来做移民？其实本来总统府共款要伫台东做移民村的哦，共款要设移民村哦。但是尾后呢，1911年有一个叫陈广澳事件。成功鹅啊，咱即马叫成功有无？成功就是对陈广澳这3字来，哦，陈广澳成功鹅啊，啊，迄个地名爱用台语讲，哦，成功鹅啊，尾仔变成功嘛，所以为什么叫成功镇？啊，其实伊正经是对即搭遮来，啊，为什么这3字拢变2字啊？这国民党政府足麻烦的，伊签讨厌3字以上的地名。所以拢甲切掉安尼啊，像迄槟榔树格，清朝就叫槟榔树格啊。四格山的山顶就一个四格山啊，槟榔树格啊。啊，但是就做讨厌4字的，甲你切掉变2字变槟榔啊。啊，陈广澳3字嘛，甲你切掉变2字变成功安尼，好，变做成功啊。所以这是好啊，因为陈广澳事件啊，所以呢，这个总统为了漂亮去，搁刺激其他的原住民。所以伊就无搁推动官员移民。为什么花莲官员移民？1910年开始吼，迄个时阵，但是台东无，原因就是遮发生一个事件。啊，伊无爱推动了后呢，伊就去鼓励即个台东汤厂来设就对啊。所以台东汤厂为着要得到总统府迄个土地，会使开垦的土地吼，伊嘛只好去设啦。所以伊毋是心甘情愿的，甲去铁路共款，伊嘛毋是心甘情愿，逼不得已的。共款的，移民村伊嘛毋是心甘情愿，伊是逼不得已的。不得已来，只好安怎？只好去办日本移民。但是要紧哦，日本移民袂使，无法度，遐个人遮尔少，无法度去开垦土地啊。所以呢，请总统府同意伊设本岛移民，佮西部甲人刷过来对啊。刷过来东部开垦了，吼，所以呢，1915年办日本移民，1918年开始办本岛移民，
边吼，毋管本岛移民还是日本移民啊，拢无法度啊，大家拢会走，拢会走。想要安怎，就变成自由移民了。自由移民就填入遐原来遐移民村就对了。想入了，用咱日本内有本岛移民甲日本移民两种拢，想要拢变成自由移民人入去啊。就是讲你有身份限制啊，哎，尾啊，因这拢一个一个走，尾啊干脆无身份限制啊，敢若租土地互你安尼，你就去买就对了。这就是因的变化，移民的变化。咱来看，本地日本人总统府伫台东厅，因咧设的是这移民村池上村、鹿野村、旭村、美和村、大园村、富园村，除了美和村的土地较小以外，村内拢差不多2000公顷左右，拢2000到2500左右，这么多。这伊本地咧设，上尾倒一个移民村无设成，敢若这个无设成。富园加入来，就即摆富冈甲富园你知影？敢若这个有影无设成呢？村内拢设成啊。村内这个本地要变日本移民村，可是几个拢变做本岛移民村。这个美和跟大园拢变做本岛移民，对不对？拢变本岛移民，到尾阮拄有讲，伊是来钱足少，要做足侪代志，要开垦足侪大个土地啦，所以无法度咧。伊个你台东佫有一个问题，风台，逐年拢有，逐年拢伫遐摧毁啦，摧毁，你看1919年啊，风台摧毁工厂、家屋、道路。20年经济恐慌，想回来1920年东塘负债167，伊资本的毋是350吗？167要一半了，伊负债要一半，所以呢，总督府经甲台湾银行商讨，甲东塘甲分落开，分开另外一个叫做台东开拓株式会社。甲分开讲，你台东就只负责台东，村内拢开拓株式会社去负责，甲迄个移民啊、拓垦啊、甲交通啊，专交台东开拓株式会社去负责好啦。尾仔台东开拓株式会社第一件就是甲伊铁路卖掉啊，对不对？伊债务拢变做你的身上啊，伊就甲铁路卖掉，就得到100万啊，就较好淡薄啊。反正就是，伊就只好安尼做啊。了后呢，这个东塘负责人该这个重申确代，这重申确代做足重要。从这个时阵开始，差不多负责台东长寿20年。台东长寿的营运的改变嘛，有一个叫做王登科啊。王登科咱拄有讲，这个登科啊是会足厉害有无？带来这个伫个拄喺影音版内底啊。登科就是个王登科是会足厉害，拄西部带来这个大金种，本来佮细细枝啊尔。感谢，伊原来这大块的，大金种，伊拄西部遐应该是头提，别个人糖手西部的糖手的品种就对啊，爱甲迄人的品种甲头提来台东遮种，结果发现单位产量足悬的啦，单位产量足悬的啦。王登科伊去卑南社遐租土地设农场，引进这个大金种，佮招台南客家迄搭遐个人来遮种甘蔗，单位产量高，受到重申确代的重用，所以到尾变做东塘甲迄个移民的中介者、包办头迄种的角色，伊变做这个角色。这个王登科啊，上尾1933年伊的经营的土地有200多卡，变做西部汉人要来台东平原的开端，所以呢。1925年一直到1933年，东塘开始转亏为盈，原因就是伊炸来这个大金种，所以王登科变做第一个时阵受到糖厂的重用，伊尾仔变做好野人到尾啊，1940王登科去国本农场，有去过国本农场吗？应该在国本农场，唔知。国本农场唔知，
你即摆若甲历史建筑哦，你若甲 Google 就使找着。一定的考古现场，北南史前文化公园边仔有一个考古现场啊，伊考古现场的边仔尔，迄个国本农场，哦，伊去国本农场，好，即个其实吼，台东厂长伊甲总国府要申请的土地足快哦。其实到12000多甲，咱愈话讲咧，自池上吼一直落来落去，迄土地拢是嘛，每一地拢20002000公顷以上吼。但是呢，事实上到1927啊，伊开垦土地敢若1000多，1500多甲，所以才开垦了12%，所以伊占土地也无利用，对不对？所以有人咧甲骂，讲哦，台东无路发展，就是咧糖厂哦，共占伤侪土地啦。占遮个土地，敢若占嘛，我爱开垦咯。较计嘛，台东发展袂起来，就伫骂安尼。所以到尾啊，总统讲哦，你即马若无买吼，有一寡土地啊无买，我就要收转来呢。所以就开始买土地啦，就开始买啦。吼，到1941年啊，台东糖厂买6000多甲土地啦。伊本来敢若开垦1500多甲，对不对？上尾就开始买啦，买6000多甲。无伊本来。甲迄个庄主甲租落好啊，而且迄租等于毋免钱安尼啊，足俗的，生意毋免钱，伊就占土地就好啊，吼，占来去租人安尼啊，到尾讲好啊，你若毋买，我袂收的嘛，开始买。到1943年，咱拄话讲，因为迄个太平洋战争嘛吼，规个糖业政策开始改变，所以东糖嘛并入资本的6000万元的明治资糖株式会社。被称为台东制糖所。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伊的本厂伫倒位啊？恁敢知？粽叶有听过无？粽叶吼，台南的粽叶伫麻豆迄带啊嘛，足水的，吼，伊的总办公室足水的，红楼，要变做粽叶艺文中心，哦，有机会先来去看，够水。伊迄当阵哦，糖厂对迄个文化资产。文化什么历史建筑无什么概念，想要甲拆掉，到尾迄个县政府，台南县政府去甲买起来，甲买迄几栋厝安尼，甲买迄几栋厝了，甲变做艺文中心啦，办一寡艺文活动拢伫遐办，吼，拢伫迄个粽叶迄来遐办，粽叶艺文中心遐办，哦，伊个厝了足水，红楼，我落去看，吼，伊这个土地啊，台东变做台东制糖所嘛，台东制糖所吼，我就咧。并入啊，并入这个名字。好，咱来熟悉几个啦。这就是王登科，王登科年纪大的时阵啊，王登科迄个伊的囝叫做王俊茂吼，捌做过卑南乡的乡长。伊的孙，我想看下，伊的孙王太姐，即嘛是台东市代表，王太姐，就这个一家伙啊。这个王登科。上重要的就是这个嘛，重申确代，常务取缔义，重申确代。搁到这个农务叫做西川，这两个人是上重要、上需要接触的两个。西川农务科长，这个是迄个厂长，重申确代。这个时阵，我这批照片是今年年初才去摕到的。是甲迄个王登科的孙仔，所以孙仔，王楚立到底甲王锦熙是共辈的，共辈是伊囝是伊孙，伊孙吗？对，伊孙吼，应该是伊孙吼，即摆60几岁，这王登科，OK， 100年啊，应该伊孙啊吼，伊王楚立吼，他找到一批，所有的相片拢是1943年，为什么1943年？迄本？迄个1943年哦，台东糖厂并入明治制糖株式会社的时阵嘛，因要拍毕业照哦，伊经营者活人对不对？所以就拍毕业照哦。所以这个照片拢是迄当阵，我今年年初才去甲因摕到。迄当阵的台东糖厂，这个主要工厂，这是酒精工厂，这嘛是烟囱，小烟囱哟，酒精工厂。这个是迄个大烟囱，制糖厂这个糖厂。这个中山堂嘛，各位知影吼？中山堂，中山堂东门是建楼都叫中山堂，那叫俱乐部。
迄人叫俱乐部才有写，俱乐部有无？哦，俱乐部哦，这就是主要开会啊、娱乐啊的所在，叫俱乐部。啊，这是伊的第一宿舍。1924年伊开始去糖厂里面去宿舍。你看伊的毕业照，大家拢做伙来翕相。哦，这就迄个尹某，重生的某，甲这社员夫人，这职员夫人做伙翕相。过来了，伊的查某囝即个重生雀代的查某囝，甲伊的朋友做伙翕相。这拢是伫中山堂的头前，正门遐翕相。哦，即摆中山堂正门遐翕相。过来，这是侧门，侧门见到叫中正台。因为这个光明国小的迄个操场设在遮，啊，司令台在遮，所以叫中正台。这个是伊甲伊的，嘛是这个重生雀代，甲伊的一寡社员，啊，主要职员翕相。过来甲所有的从业人员，规个工厂的所有，不管什么科长、股长什么，大家拢做伙翕相。哦，啊，拢伫迄个咱拄仔讲的俱乐部的侧边，哦，伫遐翕相。过来这个大公，最主要的几个人，这里因的大办公室头前翕相，吼、啊，这是每一个单位拢翕相，吼、这个叫做农务课，农务课的人翕相，啊，这是接线生，较早电话的接线生翕相，这是你中山堂内部告别式，吼、这是重生雀代告别式，啊，这因兜，因要离开啊，佮甲你写10月几号的。1933年10月16号8点钟，早上8点哦，因住在遮重生雀代因查某囝甲因某，吼，啊，这里因兜头前，啊，这因兜后壁，这间是即摆的理发厅啊，医务室，迄个光明社区是第一栋叫做福利大楼嘛，南岛捌设咧遐嘛。迄边有一间医务室嘛，吼，啊，其实伊古早吼，你讲我有捌看过这，因为伊互炸掉了，被炸掉了。那个他这栋哦被炸掉，厂长，我跟你讲，那个台东糖厂也被炸掉，为什么伊要炸台大糖厂？美国去到美国1944、1945前，飞来迄个台湾开始炸一寡重要的，啊，台东就是炸迄个糖厂，为什么要炸糖厂？糖厂是酒精是那个酒精，主要是酒精。为什么迄个美军要来炸糖厂？不是为了它产生糖，而是炸伊个酒精工厂。酒精工厂因为吼，伊尾要变做迄个飞机的原料，飞机的燃料一部分，吼，所以伊要甲迄个军事吼，发电军事有关系拢甲炸掉对吧？吼，好，啊，这个重生雀代要离开啊嘛，啊，就大家拢翕相，咱来看，这间已经炸掉啊。即摆这两个条啊不伫啊，无遮悬尔，这有诶无遐悬啊。啊，即摆遮有一间迄个叫做即摆是理发店啊，古早是医务室，尾啊建楼才阁起的。啊，即间遮大栋啊，这个厂长宿舍啊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啊，因着大家拢来送啦，告别式告别。这重生雀代的囝虽然无住遮咧读书，啊嘛去甲因翕相啊，嘛翕相啊。毕业照，毕业照。好，咱来讲，这台东糖厂甲台东发展的关系，这个县移民村那移民村，台东平原日本移民村上标的旭村，那这个旭村呢是本地是马兰社的土地，啊，台东糖厂甲伊买，甲伊买300甲。啊，拄开始旭村边是设咧咱即马丰里街。也是设咧四川路路底靠海，左转，迄搭遐，叫做马东公宾啊，日本时代叫公宾，建楼叫马东呀。伊拄开始是设咧遐，起30几间，起30几间，但是尾啊，真紧啊，风台来，1919年风台，移民村的家屋全倒，全倒了，因感觉遐无好啊，爱想要挖海，所以就挖到中去嘛。啊，遮虽然迄批的家屋全倒，但是尾仔共款有人陆续起啊大。这陆续起啊大，包括有本岛人
当然嘛有日本人啦吼，啊尾仔嘛有原住民嘛有，吼，尾仔刷在倒位啊呢？因着刷去咱即马讲的丰里街迄条，丰里街吼，你去甲看，即马我甲看出来，每一号1分的，1分是几片？1分几片？200几片啊，对不对？290几平嘛，对不对？1分得要300平，1分地，你看因古早是一间厝要1分地的，吼，伊1分地吼，爱起20间啦吼，啊，即个根据移民甲东堂的企业吼，讲我也摆会互你田，嘛会互你园，吼，但是你种的甘蔗爱占60%，吼。啊，但是因咧开垦的土地咧足阔，所以因根本无法度完全开垦。啊，证明无用的时阵，爱请附近的人来帮忙。到尾因当时才得到土地呢。25年后，1943年才得到土地。所以有迄移民啊，足心酸的。吼，你讲要互我土地，啊，到25年后才互我，吼，啊，而且迄当时因要煞，因咧少年，其实迄个男主人走去见证啊。少年拢去见证啊，啊，所以老的遐拢是迄个老弱妇孺啊，哎。啊，这就是咱来看，上早的旭村吼是伫遮叫做马东，这条是四川路啊，哦，这条中华路，啊，这四川路，啊，这个临海路，哦，上早伫遮是毋是上外海啊？全台东平原上外海的聚落是这个啦，马东啊。后来即个公宾，啊马东，因尾仔我见袂使，所以刷来遮，刷来这条公里街，这到遮就是安东嘛，安东塑胶公司嘛，对无？安东塑胶公司伫遮，哦，啊安东塑胶公司佫过来这条公里街，这就上尾仔起伫遮。咱看迄当阵的旭村，哦，是啥物车？牛车还是马车？牛车吼，其实遐有饲马哦。几啊号饲马，旭村迄当阵有饲马，日本人习惯用马车，无用牛车，到尾来台湾使用改变。啊，迄当阵有公共澡堂，啊嘛有公共的水井，毋是逐户拢有水井。啊，澡堂嘛毋是逐户拢有啊，所以有公共澡堂。啊，伊是迄种，农村共同体迄种的生活。公共澡堂的轮流每一户去遐行水就对啊。啊，逐个吼。差不多共同个时间去神社拜拜，啊去迄个参门做事，啊做煞尾仔嘛转来吼，就拢去澡堂洗浴，啊杂货店，啊咧旭小学校，旭小学校比临海路佫过，临海路毋是有一间台糖加油站吗？有无？公里街底临海路遐。台糖的加油站，即摆叫什么农特产品中心啊？迄个就是旭小学校，哦，旭小学校。咱都有讲哦，来你看，这条临海路啊，这条中华路啊，这条临海路啊，这个旭小学校，上尾这个旭小学校，这个临海路，这有一个台糖加油站，这大家有旭小学校，那是农特产中心。啊，还是，这，咱讲因有迄个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哦，共同娱乐的经营就这间叫做青年会馆、旭会馆、旭村的这个旭会馆，这间即马佫有哦，即马头前哦一个红砖建筑挡住，什么肥料仓库啊挡住安尼，挡住啊，这间嘛残破，啊这间就是伫这个叫做田村孝一郎，这个。田村孝一郎，就因的安怎讲？因的办公人员就对啊，驻丁旭村的办公人员这个，若要讲村长嘛，会使安尼讲哦。田村孝一郎，拄啊，迄是日本时代哦，旭村啊，咱拄啊讲的旭村哦，啊，即摆讲建后因安怎改变？咱讲这个公滨啊吼，公滨是台东边的上接近海的聚落。啊，
啊，伊为你沙丘甲背后湿地之间，即大家善端有做些涌泉的，冲击上响位啊，就容易有涌泉嘛吼。所以大家拢养殖渔业的啊。为什么养殖业较差，水就走出来？啊，伊大部分拢做养殖业。啊，即马因为伊上挖海的聚落，所以伊即马即个聚落的住宅90%啊，拢要去属于台南的，表示无人要买了对吧？啊，无人要买了，住喺遐人拢继续租嘛，对不对？租金足俗的啊，你都无想要离开啊。迄租金哦，一年才几千块尔，你看你想要走？你一个月才1000块尔，薪资无够1000块就在住遐。所以因遐嘛是讲吼，要拢住喺遐嘛吼。就90%拢了是烫手的啊，真少人有要买遐，因为遐伤挖海，迄海涌若大落风一就过来啊。啊，但是即个凤梨街就较侪人要买哦。凤梨街的宅地啊，大部分拢卖出去啊，敢若少数差不多3、4间无卖出去。一般人的宅地，搁过来就是公共的地，当然是无卖啊吼，庙宇啦，奉顺宫，迄个庙宇就是奉顺宫。搁学校，咱拄有讲的续小学校吼，不要变台党的这个加油站诶，迄拢是台党所有。好，咱来看，咱拄有讲的这个续会馆，新的会馆即摆就是伫遮了，残破不堪啦。头前有一个仓库给挡住，所以一般看袂到。吼，啊，这个是迄个行业事务所，田村孝裕人办公的所在，即嘛拢无啊。啊，这个祥瑞这边的民宅嘛无啊。来1990几年，我96、97拢爱去啊，即间无了，我较少去旭村啊。啊，即摆去旭村当然去看嘛，看到这残破的会馆，搁看到一个奉顺宫头前有插一个宫灯，十字宫灯。哎，你有去过奉顺宫？旭村恁无去无？有印象无？有医生？无。好。即摆这个水有无？啊，厝内吼，从台语边啊，这个古早是幼稚园，啊，即摆是什么社区发展中心啦吼，从台涂骹，台话，因为战后吼，迄个国民党政府无想要看到这个本地物件，所以拢甲破坏啊，甲台涂骹。即摆迄个忠烈祠头前佫看有啊，咱个忠烈祠无，梨山的忠烈祠啊，恁去看有啊，恁毋知迄是较早是即个物件尔，因为因拢甲砍掉，拢甲砍头啊。啊，再甲砍一块，安尼，啊，再甲并过来。所以即摆你去看梨山头前有一寡蓝色、黄色、白色、红色，遐物件拢是即个物件。啊，伊甲这个砍掉，啊，这个物件，这有诶拢要留诶啊。后摆你看注意看，你就知啊。嘿，啊，即摆旭村你想讲吼，这从台涂骹想办法甲挖出来，是爱甲敲起来。即摆搁咧讲即条代志了，对吧？好，啊，咱拄仔讲除了有日本移民村嘛，本岛移民村嘛，本岛移民村台东边有小苗的美和村啊，美和村分裂是资本社会土地啊，感官改因买啊，改因买100几甲，啊搁允许因讲要开即个美和资本圳，资本圳，东西嘛开美和圳，因为资本溪北边开资本圳，南边开美和圳安尼，就迄个时阵吼。啊，即个美和村嘛是真趣味，伊拄开始嘛毋是伫即摆美和村，伊拄开始伫挖山骹遐起40间，结果呢，1925年风灾，全甲规个拢毁掉了。毁掉了，这第一批的本岛移民全离散。咱讲这移民最容易离散，而且就是离散。啊，所以尾后1926年只好甲迁到搁较内底，卖挖山，反正你卖挖山、卖挖海就对啊啦，挖中啦。挖山、挖海、挖溪拢毋是好代志啊！啊，这招募第二批啊，但是这第二批就是属于自由移民啊，伊拢拄乡村遐走来，啊，这个自由移民反正你就是纳租啦，所在你去起啊，起出来你就叫伊来测量纳租安尼就对啊。所以伊是放任的形态，因此你即摆去美和村，你会发现甲旭村完全无共。旭村就是一个井字形的，安怎讲？街道拢画到足好诶，这美和村每一间厝诶方向拢无共，你毋知小路要安怎行？所在你起诶起到这尾后是足放任诶所以这就是美和村甲旭村诶无共。美和村一开始就开美和圳，
所以因是较好的，哦，因会使净水道，避免这粮食无法窒息安尼。安尼看，这是美和，即马铁路伫遮吼，美和即马伫即边，古早是伫遮，叫山骹，这资本溪嘛，资本溪也属于太麻里的吼，太麻里乡美和村，所以这规个钟头本地佫遮刷来遮，毋管是遮还是遮，遮是荒野嘛，遮有一个荒野加油站嘛毋管是这啊这，遮拄开始拢是东塘，拢是东塘作为移民村，所以东塘站对台东的规个发展是足有大个影响。好一个村落拢对伊开始的。咱来看美和，即间搁伫啊咧，伊个办公室即间搁伫啊咧。美和农场甲伊个职员这拢伫啊。即个美和的道路行去的道路，你看每一间厝的方向无共实在引起。到即马美和村也是足乱的。好，你看即间搁伫啊咧，无简单，即个办公室搁伫啊，即马美和村里啊。林启柱先生住在遮。美和村呢，战后山脚山骹的厝70%-80%拢要东塘，想挖山啦，无想要买哦。但是敢租就足俗的啦，租一个月拢敢1,000块尔，上济是安尼尔。所以租就足俗的啊，莫买就租落去啊。迄大部分嘛是年纪较大的人住遐啦吼。美和村呢，佫有50%-60%拢要是海塘的、东塘的。第一厝做落去分别的。你若看迄厝拢无起啊，看咧旧落啊，你所会使猜迄是租的，土地是租的。土地租你无想要去起新厝嘛，对不对？所以足好，阮若去找厝，拢去看厝旧啊新啊，你就知影。去问就知啊。这是台东平原，台东平原上着，咱拄仔讲的是云南的移民村啊，这个日本移民村旭村，佫本岛移民村美和，佫遐个路糖铁遐铁路，你纵谷安怎呢？纵谷嘛有日本移民村甲本岛移民。那日本移民我拄有讲过，就是鹿野、鹿寮甲池上这三个。鹿野较成功，因为鹿野规模上介大，一开始就是100几户一开始就100几户。尾仔呢，1917年成立这个鹿寮，1919年成立这个池上，拢真紧就离散了。那本岛移民呢，上名是伫鹿野、鹿寮、大园、越野这几个。鹿野东西有日本移民，嘛有本岛移民；鹿寮嘛同款，东西有日本移民甲本岛移民。大园的瑞永家，越野就是咱即摆讲的越美迄带啊。好，咱拄仔讲这鹿野村，鹿野村其实是上届规模上介大，上早嘛是规模上大的。拢100几户，上尾则愈来愈少。你看到1914年的降到30几户啊，就已经见证啊，迄个时阵就降较济啊。当时嘛是讲要用土地啊，但是得到土地拢20几年了后的代志。所以其实这移民嘛是感觉失望。这个规模上介大的一开始就100几户一个移民毋是敢农民尔，伊佫所有的。各种人拢来，建筑工、木匠、伐木的、踏铁的、理发、制造豆腐、制造荞面的，这非农的移民嘛拢来啊。鹿野村设立了变成鹿野区的行政中心、区域所、区域长、派出所、保甲会馆、小学校、公学校拢伫遮，就即摆农田啊。基本是来叫鹿野。台东塘嘛，伫遮设事务所、伫办公室医务室，佫旅社、佫神社，这个东塘县，有诶是迄个台东县县。咱来看伊个学校，伊个学校1917到1918设立鹿野巡常高等小学校，读8年。尾仔几年了，伫遐边仔设。鹿野公学校，日本人本岛人读的读4年，读出来都有真大的差别，对不对？你读4年、6年到8年当然嘛有差，所以考公务人员当嘛，这个高等小学校也较容易考，这个本岛的较歹考好，
因较特别是啥物呢？较特别的是哦，因请东堂请来一个神田医师，来伫遐开医务室，啊，这神田著名，伊有诶我爱甲你收医疗费，啊，伊诶医术真好，医德嘛拢真好，所以伫遐求诊的人愈来愈侪。到什么程度呢？到这鹿野车站，有60%的乘客拢是为了这神田医师来的。所以我会你边仔说女社就是安尼，所以你医务室边仔说女社，你看，哇，伤济人，有的都花莲来，有的人都成功遐来，无法度当日来回嘛，要住来遐嘛，啊，所以尾仔你神田医师这个影响之下，你边仔要设旅社安尼啊。好，啊，这个是龙田，这条光荣路就是这个日本移民村啦啊，才有一个叫50户，捌听过无？50户，50户，我顶回经过遐，应该甲你讲，50户这就是本岛这放大了这个本岛移民，这叫做50户嘛，这么少叫50户，所以这因就甲叫120户，日本人才叫120户。台湾人才叫50户安尼啊，啊，这条路这边是仔细啊，马背，这50户这落去拄马背啊，去到永安对不对？这条路就是首要台车道，首要台车道都迄个仔细山庄啊，迄个绿色行过去啊，嘿。好，神田医师，这，倒我看这个，鹿野医务室。好，在鹿野医务室，啊，鹿野医务室边仔叫做去旅社啊，因遐嘛是农场嘛，鹿野农场，这种毕业照，当年，你看神田医师，你看这有几啊个，毋知你写的对毋对？这医务室遮侪人，你看服务偌侪人啊，好，啊，即马你台东要看日本移民村。当然，上大就是你鹿野村遐看，龙田龙田遐看，龙田即摆佫看到这个鹿野小学校的校长宿舍，整理好就安尼，无整理好就是安尼，佫托儿所，这无共时代的托儿所，即摆佫咧重建啦，规个坎起咧重建啦，好，啊，这就是迄个青年团。这是迄个龙田天主堂，天主堂边仔才有一个条啊，这是古早这道古早青年团的所在，这个即摆上盖有名的鹿野区域场，区域场翻译过来就叫乡公所啦，区域场尾仔当然嘛煞了，啊，1922年的时阵大家迄当时就伫遮啦鹿野区域场为什么有名？伊即摆是历史建筑。伊是龙田蝴蝶保育学会甲抢救下来的历史建筑，因甲抢救下来了，因阁无爱甲政府申请钱，家己用民间的力量来募款、募料、募工家己甲重建，所以应该是台湾唯一就是买下公家的历史建筑家己开钱有用民众的力量家己开钱而且重建，这个联合老师甲谢乔香老师重建这个鹿野区场，这真特别的一个所在。鹿野区场这嘛重建的鹿野神社，尾啊变做迄搭遐的庙嘛但是这庙叫什么名？这庙我袂记得，反正龙田的一个大庙啦但是伊尾啊嘛是重建。这个神社顶下骹这个一直拢无拍掉，这拢日本时代就存在，这个台存在这个是重建的。这个嘛重建，敢若这个台一直留落来。因讲要甲拍掉无法度呢，毋过你随伊毋知安怎做到作用的就对啊。拍掉无法度，干脆留下就是安尼。伊留落来是根本拍袂掉的。民宅呢？民宅有留落来，一间小宅，这另外一间。你若看到这个厝这个住宅这个厝呀，这个是因上早的民宅。这秋宅背回下来，即嘛是历史建筑。这嘛是迄搭遐的民宅，东塘土地上的民宅。你看呢，拢无要修理就是。一个老尾仔伫遐大，反正一个月
加个1500外啥安尼啊，哎，就地遐大呢，阮就去遐问人啊，阮就看来破破落落，恁这土地是啥的？哦，藤厂的，足好认的啊！你看迄厝破糊的，可能就是啊。好啊，这50户，鹿野村顶悬的50户吼，50户1922年成立吼，啊，本来是要50户啊，但是吼，敢若无咧，反正啊，自由移民了有较济啊，因拄成立的时阵是无法度，本岛移民也是无法度。本岛移民有一寡条件，伊的土地财力是1.4分啊，真大吼，一条龙的，吼，龙啊厝，啊有免费交，佫有一只有，佫有一个雷，啊佫有几啊个有的食米，吼等等。即是讲，你若是一个移民身份，伊就互你一寡优惠就对啊。但这优惠无，安怎讲？有时啊无啥物伤大吸引性，所以可能几年了走。照料想要拢是自由移民，吼，住较久。啊，这就是50户以内遐民宅，一条龙诶民宅，遮嘛是差不多有50%以上拢要是台糖的土地，啊，鹿野村遮尔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吼，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伊的缺点是啥物？第一个，伊高位而接啊，下骹毋是一个鹿鸣饭店对毋对？第一位而接对毋对？伊去第2街啊，啊永安那什么高台个第3街啊，对不对？所以伊本身你高位而接，什么麻烦呢？水准啊，迄水准都引袂起来啊，迄对鹿鸣溪的水要甲引起来足困难的，常常失败啊，搁起好就失败，啊风台来就失败，所以伊根本就无水好灌溉，吼，这是伊高位而接的缺点啊吼。搁个气候上就是规个台东拢共款就风台嘛。搁过来就风土病疟疾，吼，因遮个人特别够破病，比台湾人每一个所在人搁较有破病。平均每一人破病的时间是61天啊，每个人啊，平均啊，你看有恐怖？我无看过遮个破病的，一个枕头的，23年内底有吼100多人死亡，吼，啊，搁过来就耕种限制啊，你迄60%的土地拢限到遮。第三个啥物？山猪的侵扰。你看伊遐是毋是挖山有哦？永安啊，起来就是山头一大堆，对毋对？迄山猪拢落到遐来吞因的甘蔗园啊，吞因的菜园啊，哦，吞因的果子园啊，啥物啊，反正拢伫遐吞就对啊。啊，伊为啥物遮个破病？甲山猪有关系？因为要防止山猪啊，要防止山猪来甲侵扰喏，逐个挂名爱去遐顾。啊，若看到山猪来，就讲，通知大家来啊，山猪来啊，安尼吼。啊，大家不管精神做歹啊，精神做歹当然无破病。吼，所以尾仔为什么派迄个神田医师去啊？毋捌看过遮个破病所在的人嘛？吼，神田医师才去啊，带啊，吼。这山猪的侵扰，啊，每一户拢负债累累。哦，下骹的原住民，讲伊是日本生番啊。下骹的原住民就是即马和平社区跟白亚拜啊，白亚拜的低位河街对毋对？所以得到迄个灌溉较容易啊。啊，你即个农田啊，就路野你高位河街你要得到灌溉，足困难的啊。哎，啊，所以伊就讲伊是日本生番啊，比伊过了不较歹。哎，迄鹿野村的人过了比伊不较歹。这个有一本书叫《南方移民村》啊，有翻译做咱中国日本人写。1940年代有一个少年人报道文学，去住在迄个鹿野村，啊去遐写因的故事，去遐写因的故事。啊，尾仔咱有，啊伊当年就得奖啊，日本就得奖啊，这个报道文学啊，《南方移民村》啊，就已经得奖啊，伊就一项伫遐检讨，啊嘛有写这个。神田医师对因的应用啊，神田医师变做一个精神领袖啊，变做一个征讨内底精神领袖，哎，啊，迄本书的真好看，叫《南方移民村》，啊，即马绝版啊，可能歹找啊，好书条拢绝版。好，啊，建豪农田村安怎？建豪日本人拢走啊，对毋对？啊，迄个120户，迄个光荣路，啥物人入来？就边仔50户遐人拢走入来。对不对？无人住，赶紧啊！
先占先赢，大入去就对啊啦，就边个人就去卖啊啦，吼。啊，搁过来啊，这农田村规啊，我点什么？1957到1968啊，台东糖厂捌营运凤梨工厂。各位知影凤梨工厂伫倒吗？你知吗？东方大镇、长益新城，一直到大陆湾饭店，你知影？中兴路、南中路，啊，甲志航路，这国起来迄个所在，就是凤梨工厂。落地即马台糖的斜对面，斜对面，南州，伊捌经营过这个凤梨工厂。啊，因为经营凤梨工厂，所以伫农田设立翁来栽培专业区。啊，规个鹿野村翁来建筑就开始大发展了，都不管100公顷，一直到800多公顷，叫做凤梨王国。啊，就甲这个凤梨工厂有关系，啊，这个凤梨提高收益，所以足侪移民开始入来，鹿野村的人口逼近4000人，所以1961年乡公所甲分做2村，叫做农田村甲鹿野村，就是甲这方面有关系。你看这就是翁来采收，这就是凤梨工厂。当时这个凤梨工厂，1957到1968这个凤梨工厂是东亚最大的凤梨工厂，所以所有重要的人物拢会去遐参观，包括什么蒋经国啦、孙运贤啦，遐大人拢有去参观这个凤梨工厂。尾仔1968年没有民营公司，这是政府的政策，没有民营公司。这民营公司经营到1985年就无经营啦。无经营了，伊个土地就卖互人做建商去起厝，就是咱拄仔讲的迄几个东方大镇、长益新城，包括纳鲁湾，拢卖。你看伊个这凤梨工厂伊是伫夏天的时阵营运，糖厂是伫冬天营运，凤梨工厂是伫夏天的时营运。所以夏天你看伊需要偌济工人，女工，女工搁男工男工差500个走会去，女工差2000个走会去。所以足侪人夏天时拢伫遐做女工，拢伫遐做女工因为伊需要足侪人。这鹿寮村第二个日本移民村就是鹿寮村，1917年设立，伊一开始就户数就无偌30户啦毋过呢，你看1917到1931就剩7户尔。所以离愈远的离散愈紧就对啊，离台东市愈远的离散愈紧。1918年开始设本岛移民村，嘛是共款你的边仔尔，27。尾啊，1927年嘛是剩无偌济人，剩1户尔所以尾啊拢自由移民取代。到尾啊，不管日本移民还是本岛移民，拢变自由移民取代。遐嘛有神社，即摆变土地公庙，下户寮的土地公庙。这里都要呢，这个是迄个永安国小，永安国小的土地，佫是藤青的土地。这个伊的日本移民村就是只1、2、3、4、5、6，这6个 block。这个国小2个，这个6个 block， 这个日本移民。本岛移民就是这6个 block 佫过来这大家，才有本岛移民。反正连做伙就对了。你看这厝一看就知。这一定是藤青的土地起的厝，这种古早的厝，有诶佫老人这嘛是拢迄当阵，这真侪厝拢是差不多1950年了后，1950年代60年代了后起的。这样看这厝看下就久久啦，去问讲你这厝是毋是藤青的土地，就甲你讲是啊，足好找的这嘛是这嘛是。好，佫一个本岛移民村真有名。本岛移民村伫台东平原上有名是美和，伫中部上有名是越野，甲这个大园。大园本地是移民村的预定地，但是无做日本移民村。那大园有3个聚落：新七角川、高寮、甲大园驿这3个。新七角川就是伫瑞丰国小，瑞丰国小知瑞丰国小迄搭
啊，高寮咧，你景丰北边的，你这新丰的北边，大园就是瑞园、瑞隆呀。1918年设本岛移民村哦，迄当阵哦，互移民村起厝的钱、旅费、农具，等等。大园里，大园的瑞园迄个火车头，这嘛是移民啦上尾拢变自由移民，也拢离散。而且大园里有即摆瑞园站瑞园站尾啊，佫设即个瑞和站，这是1922年设的，即搭只设了后大园的迄个派出所对新七角川，比瑞丰大家刷来即个瑞园即搭只就表示讲只要有车头经过，遐就变重要啦。这个是瑞园火车站，伊的迄个大园的本岛移民村的即搭只，包括这有一个庙啊，延圣宫即搭，即搭规地就是本岛移民村。当抢的土地，但是厝甲你起啊遮好，有够奇怪。连这拢是当抢的土地，这拢是。我即摆翕的这拢是。1946年大园分设瑞丰甲瑞园，尾啊因为宝华山的开发，佫变做一个瑞和出来。到尾啊因为往来栽种，才有一个瑞园农场，因为往来栽种甲农田同款，变做有足侪就业人口。所以1967年瑞园村嘛是变甲超过4000人，所以佫设出一个叫做瑞隆村出来。就是讲瑞隆甲即个农田、牧业瑞隆、瑞园拢因为进往来关系，人口变济，分散出去。好，遮就是咱即摆讲即个瑞园农场。古早安尼，尾仔因为土地佫有放到较宽，咱若拄空中看，其实足清楚的，这有瑞园农场。即个挂有一个原住民部落，叫啥物？瑞西。挂一块去有原住民部落发展，所以这个就是瑞隆，因为佫看得足清楚，你空中看得足清楚，要规片拢绿地的，迄就是农场瑞园农场。叶野较特别的是安怎呢？到尾啊呢，迄个东塘甲买起，甲叶野买650甲土地，获得了所有权，所以伊迄个年底1935年，伊就甲叶野移民甲扶较济安尼。总伊的土地伊甲买去，所以就地发展较济。这算真大的这个移民村本岛移民村，这个人数算足济，99户。这条台九的两边也是边仔这拢是迄个叶野移民，叶野迄个本岛移民。这地就毋是，这地尾仔才发展的，因若本岛移民无人会甲这起到这么整齐无啦。所以这是尾仔。即搭遮的厝甲迄个庙上尾慈善是因为即个长野县即搭遮发生水灾，当堂想讲恁发生水灾，无恁来遮好啦，恁来遮慈善遮好啦，想袂到无好，所以真紧就离散啦。1919年因煞过来了后，还有2年了后就离散啦。1925年6年了剩5户尔，所以你看，愈远的离散愈紧啦，总之就离散就对啦。所以呢，这个日本移民袂使，就开始招本岛移民。本岛移民刷伫这个原来这个日本移民的北边，咱来看迄个新兴，这个是台九，甲台九平行有一条叫新兴路这条就是迄个日本移民村。有一个渡园，咱去渡园有无？就行这条路，这搭遮，像这，这搭遮，这就是迄个日本移民。伊有啥物遗址？有回虾、新兴池上迄个池上的迄个日本移民，淀粉会社，这个陈春华老师带阮去看，迄日本时代设的遗迹，淀粉会社佫有，还要找10个人找你看，无你家己哪知你去倒遐看？这个新兴村你看会到的民宅，这个是北埔大埔，
新兴的南边，伊北边是本岛移民的遮，伊的北边，敢若同条路北边的。现在叫大埔村哦，尾要变本岛移民嘛，刷照了，再变做阿美族部落。阿美族部落之后来叫大埔遮。阿美族部落迄个小有名的高头目，伊个厝够水的。迄落迄个日本时代就起啊，真水的一间厝，上尾啊，池上驿，池上村，咱即马知影池上村是拢讲池上驿啊，火车站迄带啊。其实因本岛移民哦，本地去到迄个大埔遐尾啊因搁甲刷去万草遐，总是这本岛移民嘛是拢离散了对啊。不管安怎，正经我踮起来是这个火车站。火车站通行了后火车站南边甲迄个区域场，甲刷过来，不新开人家甲刷过来，甲公学校嘛甲刷到这个火车站了。火车站一设了，本地哩1971年啊，一寡重要的行政甲教育中心拢刷来火车站了，所以池上驿变做到尾啊较重要的这个聚落。战后规个池上安怎呢？伊个土地大部分拢互台东合作农场，这是迄个退伍会，一部分互台糖，台糖搁万草遐放领，山坡地嘛拢放领，台糖遐尾仔变做池上农场池上农场尾仔嘛是正往来开始开始大拓垦池上农场，你若看伊个开垦足恐怖的，规个拢溪埔地啊。溪埔地咧石头遮尔济这石头因拢甲贴来到规条安尼啊。你看石头啦，外边拢古早的开垦了足恐怖，对不对？一个搬啊，看要搬到当时啊。你若伤大的石头爱甲爆破，像咧啥物大的石头爱爆破，无法度搬啊。你爆破了才有法度搬对不对？才有法度去填啊。退伍会台东农场。即马这个是池上农场尾仔嘛扩大了，去大家牧野啊，在遮你拄地图共款看会到，你看池上农场有这，规片拢绿色的，敢若边仔有一寡迄客家池上农会观光遗产，那客家文化公园客家中心顶顶边仔遮有一寡日威在遮，这条排球边仔有一寡，厝内遮拢是池上农场，是毋是足怪？上尾咱来讲糖厂，战后为什么糖厂佫存在？其实1950年代规个台湾的糖厂拢检讨过一摆，伊嘛讲这个台东糖厂爱甲废掉，台东糖厂的产量才规个台东2%到5%是毋是无重要？无重要甲废掉。但是台东的地方，拢讲恁爱继续经营啦。为什么？对因遐足重要。对台东无重要，对台东足重要的，所以是伫地方人士要求之下，只好继续经营。毋但继续经营，伊甚至佫开钱1977年开2000万，来迄个更新这个压榨设备。1979年佫较夸张开10亿，伫迄个池上乡遐起迄个糖浆厂，就即摆迄个牧野休闲度假村遐毋是有一个糖厂吗？迄个糖浆厂。糖浆厂是敢若做到乌糖尔，无法度做到，无法度做到赤刷。你无感觉足奇怪吗？这时阵佫去起的，这是战后唯一台糖家己起的工厂。厝内拢是迄个日本时代就起来，因甲继承落来，敢若为因家己起的。佫较奇怪是开一偌笔的钱，佫较奇怪，伊所有设备拢拄旧的摕来，伊毋是伫遐拆一寡。工厂嘛对毋对？拆掉拢甲刷来遮，用旧的设备起的，佫爱开10亿，我就想无，而且敢若经营6年仔就煞。1979年起，其实规个国际的糖厂拢已经袂使所以1980以后就开始袂使但是伊当初佫掠起起了后，才1981经营到1986煞，6年开10亿，你有感觉足恐怖？对不对？错误的决策。人听讲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可怕，就是安尼这完全错误的决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地方人士要求，
毋过地方人士要求是已经10年前、20年前的代志啊，要求较尾啊，要求到尾啊，规个糖厂拢袂使啊，国际台湾的糖厂已经台糖已经无竞争力啊，啊无竞争力才去甲你起一个10亿啦，起一个旧工厂啊才运作6年就煞。好，啊，毋管安怎吼，伊拢会讲吼，啊，我是为了地方人士要求而存在，我为了地方人士要求而建糖浆厂，反正台东糖厂的存在，甲地方人士的要求有真大的关系，对吧？其实大家拢知，1980就袂使啊，所以大家都开始转型啊。1980中期后期啊，拢开始进行转型啊。台东糖厂就开始养殖牛羊啊。那牧野休闲度假村栽培蝴蝶来起什么加油站啊，还有密林啊，或什么高尔夫球场啊，对不对？练习场，高尔夫球练习场啊，总是已经开始转了，有知啊？好，另外，因为这个池上糖浆厂起哦，把花莲的春日、玉里、富里原料区嘛拢甲挂下来。可1980到1986是规个东糖原料区上快的时阵。迄当拄花莲的春日、玉里、富里，全落来拢到这个池上糖浆厂这条遮，那池上原料区这本地的原料区的存在，农场有池上农场、瑞园农场、嘉西、嘉南的现在富源农场，丰乐农场，各位知影你倒影吗？史前博物馆，史前博物馆捌去过无？康乐火车站啊。史前博物馆，遐就是丰乐农场，遐就是丰乐农场。为什么史前博物馆底下？就是因为台糖的土地啊，个体中嘛是台糖的土地啊。反正要起，你若要起大学校啊，什么大的建设，拢去甲台糖摕土地就对啊。好，丰乐建和毋是哦，建和其实是，安怎讲？毋是台糖的，是退伍会的，但是伊当有甲伊合作经营这是东糖上快的时阵哦。原料区上快的时阵，好，现哦，咱来讲台东的农场哦，东糖的农场。第一，中兴路两侧是厂区，甲包围厂区的叫做马南农场。马南农场的变化上大，为什么？县政府甲伊摕去做都市计划甲区段征收。县议会有无？劳工娱乐中心、什么税务机关，迄拢是马南农场。也就是伫迄个中兴路甲志航路交叉的14路口，迄搭遐，迄拢是马南农场，啊，全部政府摕去，包括伊对面的公园，甲啥物迄个什么，咱路安边仔迄个公园草地啊，拢是马南农场。马南农场拢为区段征收，无就都市计划条。伊讲你著要停啊嘛，你停了，你这土地拢放落来好啦，拢放出来安尼。军医嘛是马南农场。军医嘛是甲马南农场做的，拢是马南农场。总是台东糖厂底下有30公顷，包括123宿舍区，包围这台东农场的是50公顷，拢是马南农场，所以要有80公顷。80公顷什么概念？你对迄个过马南桥，一直到十字路口，到迄个咱罗安十字路口，你目睭看会到的所有的土地拢是马南农场，就是安尼。就是这样讲吼，这个马南农场概念上大。东糖除了这个马南农场拢变成为都市计划贡献以外，其他的农场包括丰乐、富源、瑞源搁池上这个农场总共，池上即马归瑞源管。伊这3个农场总共有因为池上土地有一寡是牧野休闲度假村。伊个即卖农场土地是1400公顷，资产客管的土地，农场以外拢资产客管的，有400多公顷。那这个土地这个农场即卖大部分拢提供给农民来租啦。尤其丰乐农场伫市内嘛，对不对？还足侪农民做爱租的，租金俗，一摆会使租9年，毋知会使搁延续第2摆我毋知，一摆租9年就对啊，所以大家就做爱租。但是呢，像这个丰乐，你实在无管了无去。但是因有一个限制，因就是无希望你做迄个有毒农业就对啊。然后希望你租因的土地拢做较好的迄个经营安尼，这个即卖东糖。拄好9点半，
谢谢。谢谢。那这样时间应该。